历代圣贤先真菩萨，后人仰瞻忠义精神，人无忠义如墙边草，见风转舵使人看清，无义失信，无廉失耻，无信不威，无耻失人，大节不渝，于义殆尽，无云则混，无度则昏，无伦理者，无修身者，无忠义者，无道德根。真修道子，修己严律，丝毫不苟念发言行，是切或搓砥砺琢磨，四毒八邪荡然无存，穷不失意，达不离道，忠贞廉洁，立德立品。真谛妙理经笔垂示，告诫世人一部真经。伏魔真经日日持诵，主敬存诚必有感应。潜心跪拜持念观心，忠义相随日夜遵行。心宽体盘精气神聚，无有半点亏欠存心。妖自不生，魔当不入，太和元气七彩祥云。逢凶化吉，遇灾成祥，遵经孝行，转运改命。经传千秋，远者积握，诵念行久，美大圣神。伏魔真经前诵至此，浩然正气充塞满盈。唯独无气，意气经中；唯独无行，成就大功。一心贯彻，以心印心，96乾坤彼岸同登。轻哉勿乎！施叩首。